洛杉矶道奇今天在开幕赛12比5大胜亚利桑那响尾蛇，狂轰8支全垒打，一支接一支有如重播画面，打破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开幕战纪录。连6年分区冠军，连2年打进世界大赛，西岸的传统劲旅蓝血军团道奇队本季162场比赛的第一场就展现惊人的全垒打火力，共6名队员开轰，其中2人双响炮。面对赛扬奖强投西魔神葛兰基 Zach Greinke， 道奇一棒皮德森 Jock Peterson 首局2垒安打上垒后，靠着队友滚的球护送，攻下第1分。皮德森2局下敲出2分全垒打，炮轰西魔神。6局下又从响尾蛇的后援投手科克 Matt Cook 手中敲出第2支全垒打。前段球赛演出3比0，道奇全垒打秀在4局下继续点亮计分板，赫南德兹 Enrique Hernandez、巴恩斯 Austin Barnes 连2打席开轰，伤愈归队的席格 Corey Seager 敲出这局的第3轰。西魔神葛兰基3.2局挨了4支全垒打，狂失7分退场。换上来的科克没有比较好过，在剩下的4.1局也挨了道奇4支全垒打。7局下道奇9比2领先情况下，小白球又在一颗接一颗飞过全垒打墙。曼西 Max Muncy 阳春炮之后，贝林格 Cody Bellinger、赫南德兹连2打席开轰。缔造双响炮的赫南德兹参与了队友在第4局、第7局分别3轰的炮火展演，中场道奇12比5大胜。科肖 Clayton Kershaw 等主力投手受伤的情况下，南韩左投柳贤正扛下道奇本季开幕战的先发任务，投6局被敲4支安打，3振对手8次，仅因全垒打失1分，拿下本季首场胜投。道奇单场8轰打破大联盟历年的开幕赛纪录，同时也追平队史纪录。在此之前，道奇单场8轰队史仅出现一次，那是2002年5月23日对酿酒人之战，强打葛林 Sean Green 一个人包办4轰。